三角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要三角诗人诗篇100篇的诗人所甲阮讲的，假使阮着安怎对待你？阮伫这个感恩节的时，愿你的圣神搁一摆提醒阮，互阮做你爱阮做欢喜行日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Happy Thanksgiving， 大家感恩节快乐。咱今仔日要看诗篇100篇，诗篇100篇，我相信咱大家拢真熟啦，因为礼拜前的迄个宣调，真侪人拢用诗篇100篇。咱今仔日嘛是用诗篇100篇做宣调吼。诗篇100篇我小可讲诗篇100篇的背景吼。这篇诗篇啥人写的，咱毋知影谁写的。对第93篇到100篇吼，是圣经学者讲吼，这诗篇是吼上帝掌权、俄罗上帝掌权的诗篇啦。有对93篇开始，俄罗上帝是君王，上帝是审判者，上帝是统治者，上帝掌权万国。真趣味是伫所有的诗篇的内底，敢若诗篇100篇一个标题叫做感谢的诗篇。恁若读诗篇的时候，恁爱去看诗篇的顶头，迄第一节的顶头拢会写什么人做的，还是什么款的诗篇。你安尼，你就较知影这个诗篇。这个诗篇是唯一的一篇讲是感谢的诗篇。所以伫这个感恩节时，咱要三角看这个诗篇咯。诗篇100篇，我拄有讲是这93篇到100篇上尾一篇。这哪亲像诗篇150篇，伊个伫讲俄罗上帝吼，上到上尾啊，我捌讲过，迄叫做上营，恁会记无上营？咱礼拜上尾啊，拢唱上营，上营就是俄罗上帝的荣光啦。咱的礼拜了，将这个礼拜奉献予上帝，为着上帝荣光，迄个意思。诗篇100篇是这几篇诗篇的上尾的上营。我今仔日的题目是说，咱着安怎对待上帝？诗篇100篇内底吼，确定咱慢慢看吼，有7个动词吼。拢总用命令式的，拢总在甲咱讲吼，上帝爱咱安怎？所以我用这个诗篇吼，咱来看这个题目，就是或者咱着安怎对待上帝？搁一项吼，伫这5站啊顶吼，有7个动词，有2个理由是安怎咱着学上帝，是安怎咱着感谢上帝。所以这是真底的，总是内底包含足侪物件吼。搁一项真要紧的是，头一节就讲吼，全队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。我今仔日用的迄个这 PowerPoint 的圣经是旧的翻译啦。旧的翻译是我做细汉的时念金句，就拢念这个，所以我看这个较惯势。新的无毋对啦，总是新的我读着较袂顺吼，所以我今日吼，伊头一节就讲全队着往耶和华，毋是干那对以色列人讲尔，是全队，这真要紧的代志啦。即马毋是干那以色列人啦，是全地球的全队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出这是一个动词嘛吼，头一个动词。英语号做吼 ，shout a joyful noise， 还是 make a joyful noise。shout 是喊啦。我顶礼拜第3礼拜吼，阮伫开讲的时候，去讲到一个吼，我迄顶伫遐幕后的是一个对牙买加来的会友吼，这个牙买加来的会友吼，查某人吼，
伊的背景吼，我讲道讲一半吼，伊若听了爽快，伊就举起来 Praise the Lord 安尼怎？啊，我吼老实甲你讲，长老教会牧师做这几十年哦，毋捌拄着这吼，听着真正毋知要怎应付伊，你知？我讲一半，伊就 Praise the Lord， 话来，老实甲你讲，啊，我甲讲的时候，伊甲我讲，诗篇讲会消退啊，落来，用笑的会话，会使话，这对咱这长老教会吼。叫咱礼拜多话吼，咱大概话袂出来。我顶摆啊吼，有迄落讲，有人讲迄个长老教会礼拜足冷的，足冷静的，讲吼，长老教会咧做，长老教会信徒咧做礼拜吼，你若遐甲放一桶水吼，礼拜了迄水会结冰咧。咱就是遮尔冷，啊对别人来看吼，咱真冷。毋过人因会笑，因真正笑的吼，老实讲。圣经安尼甲咱讲，我无鼓励恁安尼啦，毋通话，拜托个。总是我甲你讲吼，你若有真兴奋的代志的时，你会晓得袂？你最近有看 baseball 无？迄个大谷，迄个啊，奥塔尼啊，讲迄个三分的 home run 哦，你看大家安怎跳，大家安怎画，你有看无？恁有看伊安尼咧画无？若无，恁真正是真无彩。哦，看伊咧讲 home run 哦，啊，真正是啊！我伫电视头前看吼，保持镇静，啊嘛长老教会，阮就真冷啊，我尽量冷吼，看到有影会兴奋呢。Shout， 上帝伫你的生命内底做啥物代志？你感谢你 shout a joyful noise。我无拄好讲，我无鼓励恁笑，总是咱的礼拜毋通袂记的迄个 joyful noise。过去，伊会讲哦，咱都要用欢喜的声，敬拜上帝是欢喜的代志咧。吼，啊，第二节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服侍。今仔日咱的启应文吼，迄个服侍。新约的叫做敬拜，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。敬拜，咱想讲敬拜，就是咱点伫遮坐。服侍是真正去服侍上帝，真正去服侍上帝。服侍那像是行动。敬拜，大家点坐咧敬拜，总是吼教会真侪活动哦，实在服侍甲敬拜分袂开呢。教会创迄个 food bank， 互送向人来遐摕物件，迄是服侍啦，迄嘛是敬拜呢。咱毋是为着家己有甚物目的，咱是为着上帝听所做的代志，迄是敬拜呢。服侍甲敬拜是一个人格的两面啦，袂当分开的代志。服侍甲敬拜。伊讲，着用欢喜的心来服侍，用欢喜的心。有人服侍甲真毋甘愿呢。你定定听教会内底，代志拢我咧做，别人拢无要做。你捌听即落人讲话即落无？有时啊，咱家己嘛会安尼讲，哈，就是我若无就无人要做。若讲着无欢喜服侍的吼，我感觉迄个咱迄个。路加福音段内底咧马大姐也实在足可怜的。若讲毋甘愿服侍，大家拢去想着伊啦。耶稣伊的小妹坐伫阿玛利亚坐伫甲听耶稣讲话哦。啊，伊为着要准备互耶稣食饭，无闲到要死吼。啊，伊安尼 complain 讲，啊，我母到要死，啊，伊干怎我坐？啊，互耶稣讲，人意境的才对呢，你迄毋对呢。啊，互基督徒想讲哦，礼拜开要紧，服侍袂要紧，毋是即个意思，绝对毋是即个意思。不过若讲毋甘愿服侍吼，咱拢去想着马大。啊，嘛有一个先知真毋愿的，约拿，恁会记无？约拿吼，上帝叫伊去尼尼微，迄离耶路撒冷差不多400-500公里那点，伊无要去。坐船要去塔斯，塔斯是即摆西班牙呢，离偌远呢。上帝甲掠倒转来，
尾啊又气嘛，嘛是足毋愿的啦。遐人悔改，上帝无刑罚，伊变面呢。因为咱毋通安尼，服侍上帝爱用欢喜的心，欢喜的心。保罗伫迄个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，伊有讲，你佫一个好无？伊讲，所以逐个人着照家己的决定来献。伊即讲奉献的代志啦，奉献嘛是敬拜的一部分啦，毋通毋甘，嘛毋通勉强。若勉强就真毋甘愿啊啦，嘛勉强就毋是欢喜的心啊啦。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，上帝疼欢喜敬拜的人，上帝疼欢喜服侍的人。这保罗写这个是毋知有想到诗篇100篇的无？我毋知啦。总是伊伫讲的是这奉献、服侍甲敬拜，袂当分开。佫一个是佫一个同事，第20节的一个同事，你佫倒转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你敢知影？伫亚洲的国家人拢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吟诗的教会啊。咱台湾人真会吟诗，你知影？恁吟诗真好听呢，真好听啦。咱的台湾人早时的宣教师来台湾的是将西方的音乐摕入来。今仔日要讲台湾音乐史，你无法度无去摕到这宣教师。这个人将迄摕入来台湾。台湾的基督徒做甲唱啊！我会记得我去读淡江中学的时候，我伫高中的时候，高一的时候，头一遍唱阮的圣歌队唱 Handel 的《哈利路亚 Chorus》，是偌感动咧！你知唔知？即马忘去啊啦，唱久忘去啊！恁会记得台湾长老教会基督徒，大家拢真好唱，咱就来吟诗，吟诗学罗摇花。恁知即条无？咱讲迄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歌，会使安尼讲咧。我会记几啊年前我甲台湾一阵牧师去圣地佚佗啦，毋是去圣地啦。阮去圣地佚佗阮就伫一个迄戏院，罗马人的戏院，讲因迄对下骹迄个音响的效果下骹讲话顶头有听的。迄导游叫阮去试看觅，这个牧师爬去你落去下骹，有诶伫顶头下骹，忽然间毋知啥人开始开始唱，咱就来吟诗学罗摇啊！规阵牧师伫遐唱，足好听呢。咱真会唱歌，唱歌诶时咧，心情真好。总是诗篇教咱着欢喜，着唱歌，毋是干那欢喜的事呢，毋是干那欢喜的事。德国有一个神学家，叫做 Klaus Westermann， 这个人是德国人，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去参加希特勒看做无合法的教会，去互纳粹掠去关。伊德国人伊有相当的自由啦。伊伫家内底无代志，总在研究诗篇，伊出真侪诗篇的注解。伊讲诗篇呢，我印象真深。伊讲诗篇有两款啦。诗篇一款是叫人学罗上帝，有啦。诗篇叫人学罗上帝足侪佫或者 praise 学罗的诗篇，佫一个诗篇叫做 lament。lament 是怨叹啦，咱台湾来讲怨叹啦，对上帝怨叹的诗篇啦。有时甲上帝 argue， 甲上帝对上帝毋愿，对上帝不平，迄款叫做 lament 怨叹的诗篇。伊讲你若去看诗篇对头看尾开始的时候，伊讲诗篇咧叫人学罗上帝是亲像咧放烟火啦。你看迄放烟火
拄啊开始的时安尼，一粒爬起哩，卜一个，两粒爬起哩，卜一个，卜一个。愈后壁吼，愈大，愈精彩。你看天对就是安，伊讲诗篇就是安尼啦。你对诗篇第一篇甲当吼，拢无啥讲着咧俄罗上帝。第三篇甲第四篇开始，就咧怨叹啊呢，就咧怨叹上帝啊。总是愈啊较后壁去吼，迄个叫人都爱俄罗上帝诗篇愈来愈济。你去到诗篇145篇以后，差不多拢伫叫人俄罗上帝。上尾啊一篇诗篇150篇，俄罗上帝，拢总60，内底叫人俄罗上帝13摆。你看，伊讲的吼，啊，咱诗篇安尼咧读，咱真少去注意到即款的物件。伊讲诗篇叫人俄罗上帝，亲像咧放烟花。啊，怨叹的咧，伊讲怨叹是怨叹啦，都甲上帝安尼，我顿伊顿倒。总是伊讲哦，你甲看遐怨叹的诗篇吼，上落尾，诗人拢归向上帝，告别因的信仰，甚至吼变做俄罗的诗。上出名的是诗篇22篇，我顶几礼拜前有讲诗篇22篇。开始的是真出名的一句话：耶稣伫十字架顶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啥事放杀我？迄是咧甲上帝怨叹的啊！总是你读到22章的上尾啊，恁会记袂？伊讲到国外的代志呢，伊讲到国外的代志。迄篇诗篇是伫耶稣的2、3千年前写的物件，竟然对迄款怨叹开始，用国话做结束，这是真无平常的代志。啊，咱嘛有看诗篇42篇甲43篇，那落伫直直走，我心胸无溪，我亲像无落去无溪水。伊开始的是怨叹，讲伊袂当伫上帝面前敬拜。伊到上尾啊，伊确信讲上帝会阁带阮转去耶路撒冷，伫遐敬拜伊。即款的，所以诗篇的唱歌吼，毋是干那欢喜的事啦，就是怨叹的事，嘛是咧学罗上帝。这是真要紧的道理。但第三节，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知是动词嘛？知吼，要安怎知？爱用头壳啦，毋是？爱用头壳啦。恁爱知影，爱去研究，这就爱读圣经，就爱灵修，甲这拢有关系。啊，恁知影啥？伊要紧要甲咱讲啥？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耶和华这是上帝的名，上帝甲摩西讲，伊的名是雅伟。耶和华是上帝，是 Elohim， 比别来有做上帝是创造主啦，上帝是万关灵的上帝，迄是上帝的形容这个上帝。耶和华是咩？耶和华是上帝，什么意思？敢若耶和华是上帝，你毋是上帝，我嘛毋是上帝。所有上帝创造的物件，拢毋是上帝。人的手雕刻的偶像，嘛毋是上帝。台湾人伫拜什么大树公、石头公，迄拢毋是。恁着知，耶和华才是上帝。啊，过去伊讲咱甲伊的关系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。咱也是伊的羊，伫短短的中间，伊讲甲人甲咱甲上帝关系讲甲遮尔清楚。啊，这也是伊伫头前叫咱着爱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着用欢喜的心服侍敬拜上帝，着唱歌来到伊的头前。头一个理由，我拄仔讲伫这50日中间有2个理由。这是头一个理由，
因为上帝是上帝，咱爱出欢喜的声，咱爱用欢喜的心服侍敬拜伊，咱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过来第4节，入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懊恼入伊的。伫遮的感谢甲懊恼毋是动词，是你的心理状态。要入去上帝的圣的门的时，都爱用感谢、用懊恼的心情。门甲院相关，总是伫这篇诗篇我拄仔有讲，第1节开始就讲全地着应耶和华。我有讲，这毋是干那对犹太人讲，是对所有全世界的人讲的话。你知影犹太人的圣殿我相信恁拢捌听到，因有一个圣所，有一个至圣所。迄圣所连查某人嘛袂使入去，干那犹太人的查甫人才会使入去。迄个至圣所干那祭司才会使入去，普通人嘛袂当入去。外邦人查某人伫迄个圣所的外口有一个属查某人的所在，国外口咧外邦人，毋是犹太人拢爱伫外口。这会呼吁要入伊的门，入伊的院，是对全地的呢。这是真奇妙的代志。一个犹太人的作者，伫迄款文化环境的下面，伊毋是毋知影圣所、至圣所迄个分别，伊毋是知影查甫人的分别，伊毋是毋知影犹太人甲外邦人的分别，总是伫遮伊用全地叫所有的人用感谢入伊门，无论啥物人会使用感谢、用懊恼入去上帝院。这是咱伫讲的普世。顶礼拜普世的圣餐日。咱甲全世界基督徒做伙守圣餐，都是这个意思啦。这真奇妙的代志呢。几来千年前，耶稣以前呢，伊叫咱着用感谢、懊恼入上帝的厝。咱这个活伫十字架这边的人，咱知影。这个人伫叫人入上帝门院的时，伊讲懵讲，伊嘛知影事实无法度，总是咱无共款。伫马太第27章第51节，耶稣互人钉十字架的时，讲有地动、天大地暗，圣殿迄闸迄个圣所甲至圣所人甲人中间迄个张犁对顶头犁落来。你一个吊着的 curtain 你若要拆是对下骹拆去，若人拆是对下骹拆去，敢若上帝才有法度通对顶头拆落来。圣经讲耶稣的死互迄个张犁分开，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懊恼入伊的院，同款，咱需要安尼，总是咱会当自由去。毋免阁受迄个限制，这是耶稣基督讲的。但过来两个同事，就感谢伊，就懊恼伊的命，就感谢伊，就懊恼伊的命。今仔日感恩节，咱大家拢感恩节真欢喜咱对细汉就互人教，就爱甲人说道谢。咱嘛教咱的囡仔，就爱甲人说道谢。阮伫宜兰常常有迄落报道会，拢教阮念一寡迄落囡仔歌遮侪年我还阁记，我念2-3节互恁听。中间有一节甲感谢有关系啦。头一节是囡仔着知识，无念歹歌曲，专工学道德，日后有利益，有好听无？过来水窟的所在。也有大厉害，跋落学爬起，
活活浸到死，有好无？吼！啊，过来第3节，若是互人请，毋通嫌咸正，食饱睡落力，人才请你答，有水无？咱对细汉就咧念这啊呢，敢毋是安尼？咱对细汉就咧念这。总是吼，我今仔日要甲恁分享一个我少年的想法。我少年有迄个吼信仰的叛逆期。我要甲恁讲，我去做礼拜是因为阮老爸是牧师，无去歹势啊。我迄阵啊，读这圣经哦，就阿罗上帝，就感谢上帝。我真正甲你讲，我真正想讲，上帝实在是真了然的。哪会直直叫人家阿罗，直直叫人家感谢？诗篇22篇第3节，迄作诗的人讲：上帝啊，你是神的上帝，你用以色列人、以色列的称赞做宝座。好，人甲你学了，啊，你就坐在顶头咧爽啊！吼，你敢安尼想无？我牧师囝我安尼想呢？上帝实在会私信呢。那一个人哦，一日敢毋甲来讲，你就甲我感谢，你就甲我学了，你会讲啥？这人破病啦，这人有问题嘛？咁样呢？恁安怎想？我较侪话了吼，毋是为着做牧师啦。实在讲，我真正悔改，我知影我毋对。过来的原因毋对，头一个毋对。我爱人学了，我爱人感谢，我想讲上帝甲我同款。所以吼，我若直直叫人甲我学了，直直叫人就讲你这个牧师真三八。上帝吼，上帝对咱的疼是阿嘎佩，无条件的呢。你毋甲感谢不要紧。耶稣讲，上帝出日照歹人嘛照好人，落雨嘛压好人嘛压歹人。上帝无这个问题啦，问题是我啦。我爱人甲我感谢，我爱人甲我学了，我想讲上帝甲我同款，所以我用我的想法去批判上帝，而且我毋对啊啦。搁一项我也毋对，我也毋是毋对啦，真正降服上帝。我活到这个年纪吼，过去所拄到的代志吼，真济我无法度通解说。除了感谢上帝以外，我真正袂晓解说呢。我真正袂晓解说。搁一项哦，圣经直直叫咱都爱感谢，都爱学咯，毋是为着上帝，是为着你，为着我。一个会晓感谢的人吼，较袂着忧郁症，你知无？会晓感谢、会晓学了人的人，恁绝对捌拄着迄个一日感咧嫌的，一日感会甲迄个人生活真艰苦，迄个人家己嘛真艰苦。圣经直直叫咱着爱学了，着感谢，是为着你，为着我的好呢。这是上帝为着咱的好，才写这的话。我常常咧想讲，迄个否定上帝、无神论的人哦，咱若有啥物好代志的是，咱头一声就话哦，感谢上帝，有无？会无神论的人袂讲迄句呢？啊，因要讲啥？我知，因毋知讲啥哦。你捌安尼想无？有人通感谢是真幸福的代志呢。我拄仔有讲头一个迄个感谢甲学了，是咱的状态，咱的心境。下面迄是咱的动作，啊，这是对咱好。毋通想讲上帝爱人学了，无这个代志。你无该学了，伊原来是上帝，伊原来是上帝，伊原来创造咱，伊原来听咱，上帝都是上帝。
那第五节是感谢甲懊恼的理由，第二个理由，伊顶头讲遮的，恁着感谢，恁着懊恼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，都是安尼。我拄好有讲，这篇诗篇什么人写的，咱毋知。总是我相信，伊会写这，一定是伊家己有迄款经验。上帝伫伊的生命内底，对伊真好，慈爱，伊有经验到上帝的信息，伊才会写这个话出来。你的生命，过去的生命咧，有这款经验无？你有这款经验无？若有，除了感谢上帝以外，你爱报人知影上帝伫你的生命所做的代志，这就是做见证嘛，就是传道理嘛，是毋是？这个诗人，伊有接到这，伊真正伫遮甲大家讲，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我对细汉伫教会出入，我老爸做牧师吼，我定定咧听讲道。啊，少年的是听迄讲道，啊嘛真济牧师讲道拢安尼啦，互人生会重担是相当什么？我少年的时候食饭卡中，我免烦恼，阮兜无米啊。我坐踮遐听，我恁遮咧海产是咧海安怎啦？什么白重担咯，什么有诶无诶？你有感觉安尼无？我较济回来吼。真正感觉这个人生真正真艰苦呢，真济真艰苦的，足济人担呢。啊，因担的吼，咱伫边仔看，真正袂当替因创啥呢？上计是替因祈祷那点啦，真正袂当替因创啥。总是会晓感恩，会晓懊恼。会减轻咱的重担，像拄仔我讲，迄个德国的神学家讲，遐怨叹的诗篇哦，到尾拢转来信靠上帝，对将来有盼望，对怨叹变做盼望，迄个秘诀伫对，就是感谢。咱今仔日读的伫迄个帖撒罗尼迦前书。第5章第18节，第16节到18节，就不时欢喜 ，rejoice 欢喜，就继续祈祷，无论什么境遇，拢着感谢，无论什么境遇，英语是吼 ，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，in everything， 好是好的。因好的事，因歹的事，拢都爱感谢。最后，我要用一个我伫几多年前伫澳大话一个教授的迄个窗的门遐吼，看伊听一个英语的，嗰落迄个，这真我感觉会当做我的讲道的。这写讲哦。欢喜的是 happy moments， 懊恼上帝；困难的是祈求上帝；恬静的是敬拜上帝；艰苦的是信靠上帝。不论什么事，无论什么境遇 ，every moment，thank God， 感谢上帝。咱今仔日吼。的回应诗吼，确定咱要做伙唱。我今仔日讲道所无去祈祷，确定咱唱迄首圣诗吼，咱来做伙用迄首圣诗做祈祷。OK， 我即马甲恁说明讲啊，迄首圣诗是吼，主啊，我要懊恼你啊，拢我要懊恼你。咱做伙咧敬拜吼，我确定咱唱的是咱来唱吼，主，阮要懊恼你，咱用阮吼，咱大家做伙。第二节吼。伊讲主，我真实听你，我爱甲改做吼。第二节我爱甲改做主，
阮要感谢你 ，OK？ 肯定咱唱的是唱主，我要感谢你。上尾仔十号就主，阮要服侍你。咱用唱这首诗来做咱今仔日的做伙的祈祷，这是上帝爱咱安怎对待伊上好的答案。咱来参考吟这首诗。